爬山。哎，哎呦队长你好，欧队长，在干什么？在搞什么？出警，在哪里啊？在这个地方，不是你熟悉的那个所，小雨，你还在婆娑吗？我在婆娑啊，你要出警，你去了，注意安全啊！早点下班。我接你啊，接你接啊。好，拜拜。累不了，最近我现在在刑侦嘛，啊，刑侦的话就工作强度，我觉得跟坡子街差不多。这个地方跟群众接触的对，这里比较杂，可能刑侦稍微单一点，就单纯办案子，没办的那么大的心理压力。也有。那你在这里，你每天出警，什么时间你去呢？一般都是0点开始的，上班也比较多啊，然后有时候搞不赢了，下班也我也跟着一起啊。值班第一天0点接的班，1点钟就出来喝酒，就这个事，搞到4点多钟才初步搞完。第2天又家属接待什么的，搞到晚上11、12点。吃了宵吧？开始适应了一下，后面就蛮好了。那你现在还搞健身吗？天天在这里出警就是健身。出警就健身。下班了嘞。那走吧，走吧走走了，我走了。，Let's go。